食火的人就要特别注意哦，有真侪人拢会有慢性的血塔病，这款症头嘛是全球第3大的死因。医疗团体伫世界血塔日公开来呼吁民众，若是连续3礼拜喘气未顺，一定得爱去看医生。 食粉30档的袁先生，发觉得到血塔病的时阵，气管的功能敢若剩32%，除了定定感觉忝，嘛会嗽、会喘、搁卡痰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是爬到一半，1楼到3楼，等于爬2层楼而已。我就是到中间要稍微休息一下。所以刚刚就是肺功能检查里面说啊，1分钟你可以爬多少阶楼梯，那个我根本就做不到。 经过治疗甲复健，袁先生的血管功能才慢慢恢复到38%，勉强会当过正常的生活。医生讲，血塔病发生的时，状况甲当心管真成，若无量早发现治疗，肺部功能真有可能快速恶化。而且这种病是无回头路的，一旦得到，就要长期食药啊，做肺部的复健。 在这个长新冠的这个症状出现，跟我们 COPD 的症状很类似。长新冠这些症状其实慢慢会慢慢消失，但是 COPD 的症状会一直持续恶化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可能造成的危害因子拿掉的话。 医生表示，造成血塔病上大的原因就是食粉、空气上的土粉伤害、空气污染等等。建议40岁以上的民众，若长期接触，连续3礼拜喘气喘袂顺，一定要赶紧接受肺部功能的检测，定期追踪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